探索100座被時間遺忘嘅舊建築，新寧鐵路遺址建築嘅探索。本期咧從長江站出發，前往下一站田坑火車站。咁啊，艾水哥話咧，前行大概400米咧，喺龍安村嘅竹咸處咧，有4個拱咸嘅火車橋，就係我依家呢座橋啦。而更加珍貴嘅係咧，喺呢個紅咸嘅右側往長江墟方向嘅咸台咧，遺留咗長江西南鐵路呢幾個字。本身係4個紅咸嘅橋咧，依家變咗一個直嘅混凝土橋啦。咁研究咗好耐咧，都覺得唔係好似。行到橋嘅另一邊睇下咧，都冇發現嗰幾個字啊。要火個係啊！馮老闆叫佢肉飯啦，又跌咗落去就少撚死我。哦，只唔係啲水啫，下邊另一邊先係水啊。係唔係就係見到黑色跟焦喎。我覺得佢之前已經加高噶啦，但之前冇高嘅。咁猜測咧，呢度橋加高嘅時候咧，喺原來咸台嘅基礎上咧，就填補咗水泥，將原來嗰幾個字咧都掩蓋晒啦。咁當然啦，都有可能經過成100年，呢幾個水泥字咧已經風化自己甩咗啦。30年前，艾水哥都記錄咗啲字體咧，已經有脫落啦。喺長江站出發咧，大概2.5公里咧就到達田坑火車站。當年嘅艾水哥都要問人確認下火車站嘅位置。按照艾水哥嘅提示咧，就喺千秋里嘅隔籬。呢塊菜地就係田坑村火車站嘅位置啦。呢個站呢，就因為靠近前邊呢個田坑村，所以就叫做田坑火車站。呢條田坑村呢，都好值得一睇啊！你睇過當年嘅建築裝飾，依家嚟睇呢，呢種中西結合嘅混搭呢，都係相當之前衛嘅。每座洋樓嘅主人呢，都有自己嘅諗法。喺當年呢，肯定都係富甲一方啦。而田坑村最特別嘅呢，就係呢座洋樓啦。你睇呢啲水磨石門框，各種顏色嘅壁畫，帶有愛心嘅圍欄。而呢個涼亭呢，當年都係身份嘅象徵啊。到依家呢，都有人居住，路過呢，可以過嚟探索一下喎。千秋里呢，就係丁龍嘅故居嘅位置啦，就喺入邊啦。從田坑站出發，大概2.5公里呢，就到達最後一站白沙火車站。根據艾水哥嘅提示呢，首先有個變電站，變電站附近路記嘅左側有個混凝土嘅壁，冇啦，頭先咩好都冇啦，啥都沒啦。然後就下房嘅水巷，再行200米，右邊咪就係嗰邊咯。頭先有一個爛屋，唔見到有啦。艾水哥話咧，呢間爛屋咧可能係劏牛嘅場所，都有可能係廢棄嘅豬舍。現場睇咧就係剩翻一片田地啦。有冇可能樹林入邊仲有爛屋咧？如果佢30年前都係嘅人啲用爛舊屋呢，係冇啊，唔出奇啊，冧晒啦。然後就係佢一間屋就係火車站。艾水哥當年仲奢望火車站會修復好，變成一個觀光嘅好去處啊！即係意思就係喺佢個位置咯。火車可能嚟到佢嗰邊呢，就駛入去入邊噶咯，或者就係大車站嚟噶咯，或者可能又可以吊口噶咯，有個圓盤啊，好似連個斗山站嗰個。哎呀，入邊有冇屋嘅咋？冇啊？冇啦，下個。而家呢就是白沙站了。新寧鐵路第3期台城到白沙，全長28.6公里。1917年動工，1920年6月20號通車。1938年10月20號，新寧鐵路全線拆毀。1946年11月，新寧鐵路公司曾經出台咗修復鐵路嘅計劃。咁後尾因為資金同埋相關嘅問題呢個修復計劃肯定係唔成功啦。希望以新寧鐵路遺址探索嘅呢系列影片就向艾水哥致敬。由第一座遺址嘅探尋到最後一個車站嘅定格，呢條早已經喺地圖上消失嘅鐵路終於可以拼湊成為一條完整嘅軌跡。如果唔係艾水哥咁堅韌不屈嘅人新寧鐵路當年再牛逼後人對呢條鐵路嘅記憶都只不過就係剩翻幾段模糊嘅史料同埋幾張泛黃嘅老相。所以好多謝艾水哥呢本書嘅記錄，等我發現原來記錄本身嘅力量係咁強大嘅。剪到呢度嘅時候感覺硬係爭啲嘢，係要致敬艾水哥，至少都要去鞠個躬啦。好啦，下期即刻出發去艾水哥嘅鄉下，向艾水哥鞠個躬。有怪莫怪，我過嚟搵艾水哥嘅。